伫咧现代要经营一间册店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伫宜兰的大溪车头边啊，就开一间独立册店，结合着大溪特色，民众会当哪读书、哪用这温泉水来浸脚腿，铁路、温泉、古厝三项文化元素，拢伫咧这间册店会当感受到。这头家选择开册店，毋是开民宿，伊是希望讲，才会当正做发展在地特色的所在。 甲温泉水天入去茶头卡桶看挂，民众通伫这间册店拿浸脚腿、拿啉咖啡、拿读册。这间独立册店就踮伫咧大溪车头边，店头内底一切大部分拢是有关艺术、建筑、铁路，是展现在地温泉文化、铁路文化，佮有老厝三项特色。而且内底伊的物件，甲一般的酒店的煮无啥共款，拢是迄个日文，而且佫是足侪拢甲艺术有关系。 一切文化以外、传达以外，第二是看会使甲大溪本身的遮个学校，甚至旅客，甚至饭店做连接。因为来大溪毋是讲泡温泉，来大溪你嘛使找一寡较有文化的所在。这间册店的头家简明辉，细汉到大汉拢住伫车头附近，也到日本读册几落年，所以对铁路佮温泉文化真有感情。 这栋铁路边的古厝本身已经50几年，伊20年前甲伊买落来，用2、3年的时间，家己动手修复，打造一个空间。伊希望这通成做一个复兴读册风气、展现文化的所在。开册店无一定爱趁钱，开册店就是讲，我有一寡册会分享给大家看，啊，大家看了伊嘛感觉真欢喜。啊，过来这种册本来这个时代来讲，甲阮的时代无共啊。对个台湾的文化开了嘛，袂啥物帮忙。 但是咱会使讲一卡一步印，会使做偌济，咱就做偌济。简明辉讲，伫这个时代要经营册店是真无简单的代志，佫较免讲是独立册店，帮这间册店通永续经营。伊也规划未来要甲这个空间开放予艺术家做展览、做工作室这块用途，互文化通直接拓展发展。记者吴林玉凯宜兰报道。